继续来看这个平湖吉贝树的村民，昨伫个海埔的石湖发现到大量的丁香鱼，差不多有9万斤，这若摕来卖，会当卖超过100万哦。村民有够痛，大家是小报小落，赶紧来护这个鱼啊！大家是欢喜甲嘴啊利塞塞，讲这是天顶滴落来的大礼物。冷冷的天气，几10位村民唔惊冷，徛伫咧水内底好也好，唔知伫咧好啥货，看起来会互人叫是伫咧拼长海沙坡，毋过其实是。一尾搁一尾，金光闪闪，鱼仔的目睭嘛对咧射出光线。原来伫咧河就是这丁香鱼。昨有村民发现平湖加半树的石湖内底青蛙真侪丁香鱼，大家赶紧小放盘，初步估计鱼仔的量有1万斤，大家若去100计算，产值超过100万。哇，这太多了。家家户户大丰收，门口口白甲木木市，含道路边嘛铺金白色的地毯，真清真万尾丁香鱼摆款来讲笑，不加壮观。逐年都会安尼，是济甲少，要像今年的丁香才侪多样。因摆就拢几百斤啊，今年伊就量较济。今年数量济，互村民介欢喜，不过数量遮尔济是啥物原因呢？因为是这件风台的关系啦，作为气不稳定的潮流多过入去，都走袂出来。金细细丁香鱼体型无讲介大只，身长扁扁呀，阁有金白色看大。今年3月会烧椒鱼仔盘飞游到平湖北平生汤，4月到9月是生炭开，为着保护生态，平湖县府明年5月开始，为期1个月禁止掠鱼仔。这边的风台有淡薄风，斗3天，丁香鱼变济只，嘛互村民拢感觉福气啦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